伫桃园的主题乐园内底的飞轮机模型去互破坏，园区就表示讲要修理好势上久，恐惊爱几若冬，是呼吁游客唔好损害设施。飞轮机互游离轨道，通出铁铲，还有一只飞轮机连轮胎拢落去。位伫桃园龙潭的小金菇主题乐园，西亚世界桃园机场动态飞轮机模型，搁去互人破坏，来加上的未少游客拢感觉真可惜。被破坏你怎么看？就很可惜啊，就是本来就好好的，而且听说他之前还可以动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好好的被展示出来，就很可惜。我觉得这样非常不适合啊，就是影响到其他游客，我们只能欣赏，不要去碰它。就大家好好爱惜公物，不要来这里玩，就好好的珍惜这些东西，不要破坏。提相机翕相，园区内就摆做世界有名的微型景观模型，真受游客欢迎。一月才发生互囡仔爬上爬落的事件，即马佫发生桃园机场动态飞轮机模型，互认为大规模的破坏。要整个拆开来检查，目前看到链条有被卡死的现象。出估损失多少啊？如果链条被损坏的话，应该是100多万跑不掉。小林国强调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设施损坏，而是一件需要互重视的公共议题。目前已经启动修复加检讨机制，也呼吁游园游客为后一个家庭保留完整的西亚世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